市府农业局为了推广台南在地的农特产品，每一年拢会举办各种的行销活动。其中，甲大成长城合作举办的年会市集活动，每一年拢吸引真侪民众来参与。今年因为疫情的影响，互真侪民众拢会选择伫厝内煮饭。对此，市集即届也扩大举办，将要伫1月9号、10号2天，伫大成长城安心购门市头前的广场，将会有100大的摊贩共同参与。台南市政府农业局和大成公司合作举办的那个安心市集那今年比往年更大最主要是我们考量疫情问题那扩大举办，目前有超过100个摊位含小农、含农创市集那这样子可以让我们的市民在办年货的时候可以有更多样的选择让我们的市民、让我们的小农都获得。都各门其利。安尼的市集活动也互专心伫种田的新农人非常的肯定，除了会使扩大因的市场，嘛会使互因亲自向消费者来介绍因的农特产品。其实我们农夫大多数都是只会种，不知道要怎么去行销。那我觉得有一个有企业愿意这样协助我们，其实对我们是受惠很多。那我们出来，我都说，出来其实也可以互相交流，然后也可以认识一些更好的消费者。OK， 因为我们觉得说，我们农户如果只会种不会销售，对我们来说，种就是要销售出去，没有销售出去，其实都是空谈。除了新农人以外，提供场地大成长城公司也准备了各种丰富的商品，其中这个新创肉也就是素食的肉品，也将会第一届甲民众见面。同时，这已经煮好的鹿野蔗香鸡也是今年主打的商品之一。我们今年大成公司特别推出了我们的年菜，有鹿野的蔗香土鸡。那这支鹿野蔗香土鸡是用我们大成独有的土鸡鹿野土鸡来制作。那只要退冰就可以吃了，然后非常方便。那是小家庭刚好的分量。那这也是一个国民美食，我们用最好的5星级的屠宰场屠宰出来，然后做药残食品安全的管控，然后用合法的工厂，然后做出了这支美味的蔗香鸡。希望在今年的小农市集或是在很多推广的活动上都能看见它，然后大家都能吃到最好吃的鹿野土鸡。除了各种的农特产品甲破手礼以外，主办单位也规划了气垫城堡甲魔术表演等丰富的活动。到时阵也希望市民朋友爱多多配合秋冬的防疫专案，会记挂喙炎来进场。但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